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云林的斗六市公所，去年3月重新来改造着环保运动公园，而且甲公园决定号名号做碰气森林公园，将要伫4月初4配合着儿童节，举办公园启用的仪式。 斗六市碰气森林公园伫咧进程已经真收好势，虽然还未正式举办启用典礼，不过已经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接送。大家嘛拢讲新的公园加真侪设备，真适合带囡仔来。至少说斗六是有在改变。即摆公园第1、第2期的工程已经顺利完工，除了保留本来环境，无耍任何树啊，嘛有甲这个的所在变甲真快。在儿童节前来启用。 这是对我们整个斗六市这个小朋友最好的礼物。碰气森林公园第3、第4期的工程，卖针对大学路到云林体育馆来建立步道，卖伫咧云林县议会边啊设金龟试乐园。预计工程会伫咧今年10月完工，邀请民众做位来遮佚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